嗱，我哋見到擔架有人啊，擔架有人落嚟啦，依家。嗱，頭先我見到有橙色衫嗰啲咧，救護員入咗現場。嗱，咁依家咧就有個人就帶咗落嚟啦。頭先啱啱咧喺雲梯遮住咗，依家咧就有人，大家啱啱咧就上救護車啊！啱啱就上救護車，咁啊希望冇事嚇。嗱，即係希望就冇事。嗱，依家啱就上呢架救護車。嗱，頭先呢架救護車咧係啱嚟㗎，第6部嘅救護車。咁啊希望我做緊嘢啊！平安。嗱，啱就上咗呢部救護車啦。咁啊，頭先啱就上咗去，咁所以咧，即係呢一步咧就會開出㗎啦，應該。